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人讲逐工笑笑的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。无毋对，今仔日咧，我就是要来教大家分享一寡笑的艺术。娃娃 TV。咱头一个要介绍的咧是文文啊笑，这就是文文啊笑，是安怎说叫做文文啊笑咧？我也知。毋过吼，我是想讲，是毋是因为即种笑法看起来较斯文，毋是亲像哈哈哈哈哈即种笑法，所以就号做文文啊笑。啊，文文啊笑伫啥物状况内底会出现咧？亲像吼，咱行伫路顶甲人拍招呼的时阵，定定拢会安尼笑笑点头，这就是文文啊笑。啊，你若是看到有淡薄仔趣味啊、古水也是欢喜的物件，亲像你看到你的股票趁钱，你就会暗爽伫遐文文啊笑。啊，另外阁有一个甲文文啊笑同款意思的词咧，就是微微啊笑。微微咧，就是淡薄仔一丝丝啦的意思啦。好，啊后一个咧是笑嗨嗨，哈哈哈哈哈，这就是笑嗨嗨啦。亲像你看到也是听到一个足趣味的代志，你就会互人家笑嗨嗨。好，啊个后一个咧是好笑神。好笑神咧是一个形容词，是用来形容人的面定定拢挂着笑容。咱看到这种人咧，就会当讲你真好笑神。好，啊刷落来咧是天笑，哈哈哈哈哈，这就是天笑。天笑咧，就是看人发生不幸，亲像跌倒，啊，你阁家己笑，这个号做天笑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好，过来咧是奸神啊笑，这就是奸神啊笑。人古早时的奸神咧，拢安尼笑诶，所以就号做奸神啊笑。这一般拢是咧甲人创治的时阵，家己爽一个笑出来的声音。好，过来咧是笑甲老下海，下海咧就是这啦，这就是下海啦。啊，老下海咧就是下海落落去。啊，笑甲老下海咧就是形容足好笑、足好笑的，笑甲你下海拢落去啊。你若是拄着一个足好笑的代志，互你哈哈哈哈哈一直笑一直笑，这就是笑甲老下海啦。啊，你若是看到一个人一直伫遐哈哈哈哈哈一直伫遐笑袂煞，这一定就是笑。啊，无啦无啦，你得当问伊讲吼，是啥物代志遐好笑，互你笑甲老下海。好，啊，最后一个咧是笑破人的喙。笑破人的喙咧，嘛是咧形容代志足好笑的，好笑到人的喙拢笑甲破去啊。毋过笑破人的喙，一般拢是用来讲一个人足无知的，讲出来的话咧真白痴，真好笑。亲像小明讲地球是白，咱就会当甲讲，哼，你莫笑破人的喙，大家拢知影地球是圆的。好，咱搁来复习一摆哦。文文啊笑，微微啊笑，笑嗨嗨，好笑神，天笑，奸神啊笑，笑甲老下海，笑破人的喙。好，大家平常时敢会爱笑，敢会定定笑，拢是倒一种笑法较侪咧？拢欢迎留言甲我分享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想介意我影片的话咧，莫忘记帮我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还未订阅观众朋友咧，嘛还未记帮我起一下订阅咧，去拍拍边个小铃铛，安尼可能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还未记 Lisa 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嘛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， 嘛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